各位电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起來咧，我係鍾意權阿權妹。今日愛同大家來分享乜嘅呢？愛同大家來分享苗栗啦。有一間當特別嘅咖啡店，佢對名嘅開始就當客家，佢按到烏色嘅客家話按到乜嘅烏色。烏色一間店嘅上來啲嘅買乜嘅東西哦，今日節目當中就要來同大家來分享哦，細細嘅來分享。今日節目呢度有請到位來賓來分享烏色咖啡嘅調價，車手聽 Nick 分享。大家好，我係 Nick。好，分享哈，Nick 來到節目當中，你嘅皮膚當拍，唔過規身全部都做烏色嘅衫褲。因為今日代表人家嘅店嘅來同大家分享，人家嘅店嘅對店名開始，規個就是當本我也就冇啲人知道，一間店冇可能啲冇啲開，人家嘅店名就按到烏色嘛，對不對？冇錯。係咪去講一下，做乜嘅人愛想用烏色來做人家嘅店嘅名嘅？這樣都奇怪誒。好，因為在日常生活中就是我們在街上，我們會就是發現，就是在穿着黑色的褲子啊、衣服啊，以及一些眼鏡跟手錶，在日常生活中，大家都會用這些黑色元素去做一些點綴，感覺有一些些咧，從時尚的感覺，嘿，就會展現起個風格啦。然後那其實，在食物的上面，就猛然沒有人去嘗試這個部分。那我喜歡挑戰，那我就會想要把黑色這個元素放在食物上面。你這個挑戰很勇敢，因為其實日常生活中黑色已經在我們的周遭，其實是很親切了。對，只是在食物上面是沒有很少人去做這件事情。很少，太陽公都色類東西就是要色香味俱全啊。我們會看到粉色嘅乜嘅紅黃椒、紅黃色顏色很鮮豔，某暗用嘅色我還特意要加進去來幫它做點綴。那當然，我們不是餐廳全部都是賣黑色，但是我們餐廳的定位比較讓人家有印象深刻，有一個很驚豔的記憶點。那當然就是在黑色作為一個定位嘛。那當然，我們的裝飾就是會有一些紅椒啊、紅的、金的啊，然後一些白色啊，去做一些穿插，讓它顏色會比較融合一點。也嚇人看到嘅相片就係人家店嘅相片，我俾我暗用看起來就烏索索。有人嚇暗用講冇，尤其係苗栗人啊，大家就知道，做烏索索就會知道，你一啥人用會做到暗用規身烏索索，應該會做粉色嘅呀，橄美色嘅呀，這樣子比較喜慶的感覺啊。因為規間店嘅都暗用烏索索啊。應該講就烏色嘛，烏色給本人意思就是就會烏色。那當然我要給客人看到體驗烏色咖啡，就佢可以烏索索嘅店，你可以叫烏店。烏店那也不太好吧？黑店呢？黑店，對，我們就是日常生活，我們跟客人拉近，就是我們就是一個黑店嘛。那當然就是我們跟客人之間的一些交談啦，拉近客人之間的關係。所以我們在黑色的元素下面花了很多的功夫，是。要無色的元素，但是又不能太黑，有沒有？還是要有一點其他的顏色點綴嘅感覺。因為我們就會有加一些年節年慶的一些紅色啊，比較有喜氣的。那紅搭黑，還有黑搭金，就是一個對比的顏色。對，所以瓊雅頭前有一盆這個紅色的杯子跟花，這個也是你們節慶搭配的。嘿，就是我們這個桐花杯是我們在母親節的時候，我們做了一個活動，就是讓客家的這個元素，桐花的這個桐花季要準備開始了嘛，那我們就是在我們餐廳有消費又有杯子，結合這個花送母親，有一個母親節的一些禮物。但底下還是要襯無色的貼誒，對不對？還是要有一個黑色的杯墊在底下。對，你可能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其實係苗栗人，然後當後上就做很多苗栗開店，咁麼個有按用嘅想法咯？好，應該按你講，因為我本身七甲就有一個創業夢想嘛。那我七甲本身也是苗栗土生土長一個子弟嘛。那以前我是走教育的，那其實我的跳脫其實是蠻大的。那其實我的個性是一個很瘋狂的一個人，就是我想到做什麼事情，我就會比較
坚信去完成这一件事情，很坚定要做无色咖比。无色咖比，然后我们又到了这个的客家三城市，其实无色在长辈的潜意识下面，它其实不是这么讨喜的颜色。他赶紧真给动脑无色呢。无手手的东西，其实让客人会一开始我要抢给色，给就唔干色，因为无手手的东西压到东西都在生嘛。那当然我们就会去跟客人来花一些时间去做一些拉扯。那当然我们现在无色咖啡，其实在苗栗其实是算蛮稳定的，而且已经可以真可以6年停，就可以是韩国要6年有疫情的关系，不过要6年就有懂人哋，人就给点的，可能咩迄 MV 强调无色呀两张丝，大家觉得很神奇，有没有？就是用无色呀的来做呀点的给色，韩国推出懂的产品。我们先不要吓大家，先从比较简单的开始，心脏不要接受这么强烈的刺激，先对咖啡开始吼。咖啡一般大家想到黑咖啡嘛，所以就会觉得它是无色的没问题，但实际上咖啡黑咖啡色的，它不是真的黑色。但是你要就做的拿铁。也比真嘅係無手手啊，也比動物啊，不過今日唐貢有稍微做了一點調整了，對不對？我也上節目稍微做點調整，對，同大家分享一下，也比無手手嘅真嘅係咖啡，真嘅做得出咯。好，也比無色咖啡就係俺家天裡邊的主題啦，就是無色咖啡啊。那無色咖啡，我們當初在做這一杯設計的時候，就是既然我們是一家咖啡，好，那我们咖啡厅我们就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無色咖啡的一个专属的一杯咖啡。对。那当初我的想法是，我们要做到黑色的元素，那我们可能就是在咖啡里面研发了一些比较新奇的东西，所以我们加入了一些食用级的竹炭粉。所以蛋糕像呀，蛋糕一层飘一层灰灰黑黑的。对，我们因为碳粉给它密度卡轻啊。那我们就是无色咖啡，我们要把它做成一杯冰的，让网美来打卡拍照。那我们就是要把它，这很重要。现在大家都是相机、手机先吃。对，就是苏吉叶显生嘛。对。那我们就是要把它，就是让它拍完是一个有艺术感的一杯咖啡。所以有一点点像水墨画的感觉，对不对？这是无手手给咖啡嘅，还会色的。你确定吼？懂好色啦。它就是拿铁的味道啊。你觉得基本上给没有太多的复杂的一些口感啊。对。那我们就会把它就是在颜色上面有做一些特别的呈现。那当然它喝起来就是一般大家能接受度的一般的咖啡。那我们会把咖啡的味道给它加重。因为碳粉它本身优点是它没有太大的味道对，所以它只是让我们做一些就是一杯艺术的一些饮品，而且里面还甜盐的东西，所以它也不是说真的是色素，它就只是碳粉而已。而且你按钮之后，我刚刚已经经过一番激烈的搅拌，但它的那个颜色的渐层还是存在，就是有那个水墨的感觉。对。其实，在喝我们这一杯无色咖啡，其实会让一个人的心情就是，很舒服的。因为在喝的过程中，它是慢慢变少，但慢慢变少了之后，它的饮品基本上它还是会呈现一杯就是艺术的一个样子。好有趣哦！样嘅真嘅盲食看過誒。係啊，可能係 T 百看到。真嘅係無手手嘅拿鐵，然後它會有這樣子一點顏色的變化，但是我覺得這對網美來講應該很挑戰。因為愛翕相的時節啦，你係講翕到聖木同繽紛的東西，你就會覺得很好拍。不過也係一筆無手手嘅咖啡，所以他們要拍20到30分鐘這麼久。對，但當然現在網美都很厲害啦，其實他們拍完照在他們的加工處理下，其實我們這一杯水墨畫會被他們呈現的還要反而更好。真的，所以不用去擔心網美的一些他們的技術，基本上他們其實是非常專業。這個一坑韓撈都會是那個什麼芝麻牛奶之類的。對。所以除此之外，我們因為這一杯要讓網美拍，所以我們就把它研發成可以在冰塊溶之餘，不會讓它整個變化到可以持續到20到30分鐘。對，而且味道也不會因為冰塊溶有太多的變化。很黑懂後色。但是呢，聽說你今年喺公司咧一筆無色咖啡，你天公一看片手可能會有一些黑洞。
真的吗？就会有一些惊喜啦。对，那但是可能会有一些可能我们的碳粉的颜色啦。对。哦，大家可以做个小实验，我还蛮好奇的。是，因为这是也是我们客人跟我们分享的啦。哦。那当然，客人有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当然也会去实验这件事情。那当然，你量多，基本上就会有这种的效益啦，就会这个效果。一比就有啦哎。一比可能还加黑炸鸡啦。啊，加黑炸鸡，还有无色的炸鸡哦。古时候规间店面都糊，色的东西没糊，所以很用白一个店面哦。还有东东女我同大家分享先休息下，等下再个转来。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件節目當特別嘅咖啡店，係無色，韓國開到苗栗我嘅家鄉。故說就連我就知道很衝突，就是從一般來講店面應該是吸引大家來，然後你是用一個反向策略，用無色本大家。想就想唔到，上來一間店嘅啲嘅做乜嘅，所以開了一間我都無色咖啡嘅咖啡店。然後我剛剛說了無色咖啡嘅無色咖啡，就是一比因為底杯加剛剛說竹炭粉，對不對？所以本期有按用 TPA 的節目啊，可能大家天公益，愛天公益，可能你偏手程度就會有不一樣的發現。尤其在個同大家來分享，唔單像無色咖啡，還有無色的炸雞。下一盤吼，我一看到幾個時間，我真心想講，老闆你確定呢？你真的不是拿那個婆都出貨來的炸雞給我嗎？這一盤無手手，又係一盤無手手的東西，條間真認認真會拿樣東西來賣哦。當然啊，好，因為好黑哦。烏色咖啡吼，我們的心臟就是這個烏色炸雞啦。那其實。既然說是心臟了嘛，那當然我們就是在他身上花了非常多的時間。對。那在測試的上面，其實就數百次，真的是跑不掉。那廠商數百次。那廠商找了4、5家也是不為過啦。那我們就是花了很多時間在測試它的油炸的一個溫度，再來就是時間點的測試，以及我們機器還要做一些醃製。那再來我們就花了一些時間把它測試完、研發完，然後。當然唔會是出貨辣啦，那無手手的東西，就是我們花了很多的，就是心血，對，當然我們就是要讓客人吃到最好的東西，最好吃的東西嘛。那黑色我們要去駕馭它，我們就必須要花更多時間去了解它。因為就像我有啲嘅做料理嘛，有可能有嘗試我配東西，用烤箱底度配東西。我連巧克力我都覺得不是很好操作，因為我當然看其實呢係UCC的出貨來，也係講它的顏色本身就是那樣子，那更不用說無色嘞。我現在有看到它那個炸雞的粉裡面有露出一點點那個醃製的顏色，這個是雞翅本身的顏色。雞翅本身的。啊，外面就是炸粉呀，給色夢就是用無色嘞，也是用竹炭粉嗎？對，那。黑色炸雞我們就是用那個食用的竹炭粉嘛，那裡面的雞翅就是我們本身我們常見的一些二節翅。那當然我們就是在測試這道料理的時候，其實我們的果粉的部分，我們也是花了很多時間去找了很多家的廠商去做測試。哎，沒有出貨來啦，沒有出貨來，很好吃啊。因為我們把它做成就是韓式的一個炸雞翅，所以我們會增加一些炸雞醬的一些那個點綴嘛，加上一些旁邊一些爽口的蘿蔔嘛。那當然吃炸的它會是比較偏油性，那當然吃蘿蔔就是有一點點解膩。而且上面還有金箔哎，好高級哦。對，我們還做了一些金箔做點綴，就是讓這一個，畢竟它是我們餐廳的一個靈魂招牌嘛，所以我們必須在它身上砸一些重本也好，當然要讓客人吃到就是值回票價的一道餐，有低調奢華的感覺，很棒。所以，冇漏到呀，無色的東西就唔好食咯。其實無色的東西，行去做得總都懂好食，好食都唔該長途，好食都起來做得出冷凍包。嘿，對，這麼厲害。因為
乌色炸鸡是店里大家会必点的一道餐点嘛。那其实不是每个客人都会有这么多的时间到苗栗这一趟到乌色咖啡来吃到这一道料理，所以我们当初的想法呢，我们就会想要把它就是做成冷冻炸鸡包。对，那我们可以让客人做一些宅配，然后到家中或者是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吃到这道料理。那其实带回去，其实它就是很好料理啦。基本上我们就是熟食，只要家里有气炸锅或者是烤箱，对，微波炉。那如果这3个的设备都没有，我们用煎的也可以。只要把它煎到热，基本上就可以拿来吃了。很厉害耶！就是炸鸡要做到冷冻包已经不容易，通常就只有很大家的那种连锁店这样会出暗涌这东西，然后压掉就走哎。我觉得味道真的很好，卤味、米稀全部都很入味，即便某温度阴喉给炯，我还是觉得很好吃。是，对，所以不只是好吃到出冷冻包，然后还送检验本太家做的吃到安心。因为件事情还没吃到。东西它是一点的点为主，就是你们的企图心其实很强烈。是，对，因为我们就是在刚刚主持人提到嘛，我们在做食品把关这部分是做餐饮最基本的一个条件。那当然我们就是无手的东西，要先说服客人吃到第一关的门槛是。这个东西是做得出来嘛？新冠度而且安心。那我们送检验这部分，我们送 SGS 检验，那我们当然就是可以让客人安心的吃。那当他吃进去的时候，他觉得原来他的这个无手的炸鸡翅是真的是好吃的。那当然他就会很值得的这一道菜这样子。人下尤其係眼珠上啊，爸爸媽媽按用嘅年紀嘅人啊，喺講來到人嘅店咩，看到糊糊嘅啊色的一比糊色的咖喱，好像可以接受。他们在点了一盘服色的炸鸡，大家真的都可以接受吗？有长辈点服色炸鸡吗？当然有啦，因为这个黑色炸鸡毕竟是我们餐每一桌必点嘛。那当然每桌必点。对，那当然我们的客群年龄层不一样。那当然其实长辈现在很多会。他的想法其实已经不会像以前这么的保守。真的。那看到新的东西，他们其实就是吃看看。既然这家店的招牌，那我一定要来吃看看。哇！所以反而现在又变成我们黑色炸鸡不是我们当初初衷害怕的一件料理。哇！反而现在是我们其实很有，就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很感慨、很感动的一件料理，因为他其实在很多的来到乌色，其实大家只知道乌色。是有黑色炸鸡的，反而它会是无色咖啡，其实出了一个黑色的炸鸡翅，是大家现在就是脑海里浮现的一个第一想到的最指标的一个商品。他只想去无色咖啡吃黑色炸鸡，反而不是其他的餐点。好啦，咖啡没懂好啦，刚刚颜色给咖啡没懂好是，而且咖啡挑咖啡有精心挑选嘛，对不对？也是精心依照客人的喜好去选择适合的咖啡豆。对，古手真经懂用心，韩国啲苗栗啊的所在，泰家啲苗栗懂都，师太人啊，很多长辈。古手平常时，尤其是1到5的时候，一定很多你讲嘅老人家，我们的长辈去点咩地路 selfie。古手，我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他们人家美女按太重啦，是啊，懂太早哦。那隔壁天师机头前嘅阿姨啊、阿伯啊、阿叔啊，唔是烦恼，迄种点美地度哦，冇戴老花眼镜没冇相关呐，唔是按永坤呐吼，因为是懂态，对不对？这个很贴心哎。是因为这一个部分哈，就是。长辈给我们的回馈嘛，阿公阿婆给我们的回馈，其实讲佢看唔到，点嘛该食嘅咩唔啲。好，那我们阿公阿婆又讲，我做晚辈孙内啦，我种孙内就会做啊，做我就把菜单 menu 用按太重。好，然后给字面放大，让看到哦，还有图片，还有图片，然后图片你就底下个东西嘛个东西，好，你可能就会看到菜单哦，俺是咖啡还是炸鸡，对，你就会一目了然啦。其实俺看到底都有懂到无色类相关的食材哦，芝麻，然后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炸鸡是用竹炭粉嘛，然后还有这个。墨鱼面吗？对不对？我们的意大利面基本上我们都是基底的面就是用墨鱼啦。哦。对，所以我们餐厅现在有3个黑色元素，就是巧克力，然后碳粉跟墨鱼汁，然后跟那个芝麻啦。对，所以我们
只要有沾到黑色的元素，基本上我们就会把它在雾色咖啡做出现这样子。故说贯彻始终后，对头都迷，都会黑五色。你知道有没有一些头白油肉人家希东亚的店妹有发出什么样的惊叹，让你印象深刻了吗？哦，印象深刻当然有，因为毕竟无色哈，无手手的店哈，你就会很多客人的反应讲哦。要家店按五哦，五手手，好，那就会跟客人说，好像按五点啊，那就会黑店啊，那里面卖的东西就会五手手的呀，那客人反而就会比较谦虚哦，我们其实就是来消费，然后来吃这个黑色的料。你也是很皮耶，对不对？你也很讨老人家的喜欢，就是用这个贴心的美女、大美女因为谈讲老人家有都一天年岁人家店妹多，很做生意比茶。好，那顽皮归顽皮啦，但我们还是会有长辈茶。那这些长辈茶基本上我们就会可能75岁、80岁，我们就会有一杯枸杞、菊花，我们就会有一些热的茶。这就不是黑色的。对，那当然就不是黑，那就是给长辈觉得说他是因为长辈基本上都要一些温水啊、热水啊，让他开胃啊，可能让他可能喉咙会比较顺畅一点，在吃食物的上面其实会比较好吞咽。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想要就是呈现的是，我们希望就是长辈来这边，他是一个很受尊重。那我们有长辈茶是基本上不是大家都有的哦。那除非你感冒啦，感冒那我们客人我们还是会提供一些热水嘛，然后一些冰水这样子。长辈才有的待遇。故说，所有正经黑亚汉人工很接地气的一间店，对头都迷。虽然佢係無色咧，唔過佢嘅佢嘅服務的態度啊，全部就會很接地氣，同服務菜貼老人家同事台人，還有當中內容會同大家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來。好，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總一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啲美麗一間當特別的咖啡店，嗰個店名就係無色。然後可能一開始有當到師太人啊，或者當奇怪啊，大家就會知道呀無嘅店咩。雖然會懂五毛，會不會 A 我的錢？但是唔會，而且條價還非常的平易近人。比到菜天人啊，韓國比到也就可能會到店面地度消費嘅老人家，提供當到無共用嘅服務。故說吼，大家來到一間無色咖啡，唔但搶做的是到無色嘅東西，其實還有當到色彩，還有當到餐點，都得同大家來分享啦。不只有黑色的食材，還有當到同客家有關係嘅色彩，都到一個美女地步嘅，冇？要不要跟我介紹一下，還有乜嘢同客家有關嘅色嘅東西？好，無色咖啡好，基本上我們就是賣黑色料理。那除此之外，我們還是有一些可以讓大家沒辦法接受黑的一些餐點啊。就比如說，我們結合一些客家的元素，好，可能就是一些吉醬，我們把它做到就是意大利麵上面。那我們就有就是白醬鮮吉香煎雞肉麵。對，那這道料理其實我們就是當初出發點是。通常大家都會覺得要把它沾客家雞醬來沾白斬雞肉，白斬雞對，跟蘿蔔糕，那蘿蔔飯，那我們就把它做在意大利麵上面，就讓人家吃到不一樣的風味，不一樣的體驗。這個意大利麵是有幾種嘅意大利麵？對，基本上我們這個白醬餡就是奶油跟客家雞醬啊，那吃起來它就有一些雞香味。所以你的醬是橘黃的？不會，它還是會是白色的。還是白色，只是有一點點。對，那它的味道就會有一些雞醬的一些香氣。哦，還有嗎？該同客家那個蘿蔔乾，我看到了，對不對？它叫白醬滑蛋菜脯麵。對，那白蛋這道菜就是當初我們的，就是我的構想就是。給蘿蔔乾，它是一個客家人的美食的一個驕傲。對。那不管在就是吹飽地肚啊，對，吹飽啊，然後或者一些點心啊，對，煎蛋啊，那其實它很常出現。那我們在客家這一個咖啡廳裡面，我們要出現一個這道料理。那我們要結合意大利麵，所以我們就把它做成滑蛋的口感。因為基本上市面上的滑蛋的那個的意大利麵是很少的。因為它滑蛋是很中式的料理，
就是不会跟意大利面给它做空哈，所以你做这样子的做法很特别。所以我们就是想要去挑战，我们想要突破一些餐点上的研发。是你自己研究的吗？对，那基本上乌色咖啡的所有的餐点都是我自己去研发出来的。好厉害哦，这个好特别。好，还有这个厨台来看看，还有嘛个客家的食材，擂茶。擂茶，对，我们把它做成擂茶牛奶跟擂茶松饼。那毕竟擂茶它就比较跟抹茶比较雷同相近。那其实很多店家都会卖一些可能抹茶。那其实，在客家这个3城市里，那当然我们就是要把擂茶去给它让更多人知道嘛。所以我们当初我们才会把擂茶把它设定在另外一个甜点或者是饮品上面。所以每有懂得客家的色彩都底度，然后也是都是你去给生腌出来的，我觉得很有趣。用客家的传统色彩，还有有按特别的店名，按用组合在一起，就会成为本客家看到无同样的算不一样的客家料理吧。不一样的客家料理，其实它算是一个特色餐点。那基本上我们餐厅不是只有卖黑，其实我们还有结合一些客家的元素，在餐厅里面让不同的外来客啊、外县市的客人，然后或者是甚至是在地人，可以有不同的一些客家文化的饮食。而且你很想要推广客家这件事情。唐贡去雅店配度后，那个要结账的时候，共汉发会收到小礼物。对，可能就会我们通关密就是爱无色。就这样，我爱黑色，就是很简单。因为毕竟我们要推广这件事情，我们就是跟我们的苗栗县政府的劳青处做一个合作啦，就是一些客家话的推广啊。那我们其实就是有一些小礼物啊，然后让大家就是说完一句客家话，就有一个小礼物可以拿这样子。那不是只有在地人。那其实我们的外来客讲客家话其实也蛮有趣的，所以他们随便讲任何客家话都做得基本上我们都会过关啦。对，我们就是要推广我们客家话有趣的客家话嘛，所以我们就是想要做一些奖品的诱因啊，让大家可以开口说客家话。那我也要来。今日一个福喜便利店，就要教大家以及同福有关的客家话，同福社有关的客家话。好，这个好，我先念一下哈，它很多叫加无影。无就是一样是黑色的黑，客家话讲无影，你知道无影是什么吗？知道哦，苍蝇。对，叫跟无影黑马该意思。我们先给 Nick 猜猜看，这有一点难，这确实有点难，所以你可以先猜猜看，到底是1很愚笨的，还是说第2做事很有要领，还是第3白费力气？因为这个真的是有点难啦。那以我自己的思考的角度，我当然会想要选到2啦，因为可能做事要很有要领。所以你要选2吗？所以我会选2啦。好，恭喜你猜错了。它叫做比喻白费力气，没有实际的功效。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想想看，叫 he got 无影就是无影暗 C。他这样对，有可能他熬唔到，所以他就是徒劳无功的感觉。所以如果我去你店里面结账的时候说给我干无影，可以收到小礼物。可以啊，那可以啊。所以同电视机条前的观众朋友分享哦，迄讲去无色咖啡，讲伊去客家话结账的时候，你们做在讲呀，给我干无影啊，你就有机会都得拿到小礼物。对啦，这是一个有趣的一个活动啦，同大家分享你的客家话、客家文化、客家色的东西，去到也见无色咖啡的咖啡店都好。那不止这样，其实店里面也有很多活动会举办来同大家一起同乐，对不对？对，就是我们就是店里其实蛮多活动的，那我们会结合一些客家的一些可能棒龙啊，就是客家文化啊，那我们有一些万圣节啊，万圣节就是我们的年度的一些盛你们很适合办万圣节，因为你们鬼间店就5啊，所以我们的那个万圣节啊，我们就会黑色的套餐一系列，所以你从饮品可能在喝鲜血啦，哇，那我们可能就是在凤梨酥，我们上面就会放一些蜘蛛，然后我们可能会做一些不一样的黑色的料理这样子。对，
韩哥刚刚看相片有看到，就是你们黑色啊，其实黑色是个百搭色。我刚刚发现，不管是用到崩龙啊，还是说放到我们这个万圣节的这些节庆的这些装扮上面啊，我觉得好搭哦。对，因为我们的活动基本上就比较特别啦。那其实我们的圣诞节，我们就是做黑白圣诞节嘛，所以我们的连圣诞树我们都会做在黑色的。好有趣哦。那我们万圣节就是我们就会比较有黑色的料理之外，我们的在那个餐厅的一些可能布置也会走比较可怕的啊，或者比较暗黑的啊。那其实小朋友其实就是很期待每一年我们雾社咖啡的活动。那这样除此之外，其实他们的家长啊，基本上客人会因为在年度的时候问我说今年有没有活动啊？那因为小朋友嘛，在家其实吃饭的速度现在很慢，所以他就是每年在等我们这一次，他就是怕小朋友看到可能很可怕的东西，他吃饭就会变快，好好笑。所以他一年他可能来雾社咖啡是吃饭最快的一次，家长就会带小朋友一起来，然后一个意外的效果，意外的效果。对，刚刚有讲到雾社的凤梨酥，一般这个凤梨酥就是我们逢年过节，还是朋友从国外来，还是要出国的时候，就会带个凤梨酥，做电路，而送给人的朋友。啊，不过也就连凤梨酥都会出雾社嘞，对不对？这个黑色的凤梨酥，这是常态性商品吗？是我们雾社。我们的雾社凤梨酥，那我们其实现在有2个口味啦，还有雾社草莓酥啦。那我们就是常态性，我们就是有在卖雾社的凤梨酥嘛。那其实我们会想要给客人，不是只有当伴手礼。那当然，伴手礼是我们就是台湾的骄傲嘛，凤梨酥台湾骄傲，就是我们其实把它做成黑，就是我们想要就是融合我们雾社咖啡嘛。那不是只有年节会有，那我们想要当你们下午的点心，配咖啡啊，配茶，其实它就是很好的一个伙伴。平常时每周在就抽诶，虽然可以有动像一个竹炭香皂，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啦，对不对？结合年轻人的创意，用雾社要这样概念，对头到尾全部就会雾社，然后跟大家用这个非常有趣的方法来分享客家嘅色彩、客家嘅东西。故做今日什么 Nick 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哦，谢谢 Nick。谢谢主持人。好，没什么各位天时机条件观众朋友嘅收看，有限的时间做在去啉咖啡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听听欣赏，共下来做运动哦。节目好看无啊？好看福气来嘅天时机条件嘅观众朋友，记得留影片分享出去，还个到福气来嘅面书签赞，还个订阅客家天视台嘅 YouTube 频道，还个啊，影片啊，记得分享出去哦。